系拄到的困难，头下难免会想要上想要变起来。不过，多年里面还是亲命股寻出一条路来行。迄个提台南东山嘅艺术家彭建飞，做评价下发生的意外，做脚机喺度，头下当然无法度接受，也非常失智。不过，伊睇伊样富强家下，看到受伊麻痹骗人，按乐观，伊也家庭爱起哄起来。预备机会，彭建飞认识了一对同艺先生，里面陆陆成多同艺创作。人家到礼拜还最少有一日会贴配许多讲义师、罗马协会来教学人做图，安尼也使得体能更富强。彭建飞希望使得发挥正面的力量，鼓励每个人，且对某因为五体不全，如放弃自家。适当社会是个同的根，还要做来看讲的苗头条，个个有无相同的用的，一样做到讲的同一作品，做成系亚条数据求题，看唔成法，表达能力看慢的脑性麻痹的考验，一时的天天的演出来的。来，我们开始了哈。看老师。先。我们先拿一团土哈，拿一团土，看老师，大概这么大就可以了，这样大就好，但请我老肥奶轻便、脑热、脑做从条线，特步都会比一般人还较好食。不过也得好人还是同认真来好，牢记做好。再来，那个另外一只耳朵，用手哈。来哦，看一下这边，这样子哈，用手，这样子。带定眼到好嘢，大帮做肥嘅，前度成手感美彭建飞，做脚认真出爽，地位加脚，行路又卡实力。不过佢仲係唔驚飛起，動有耐心，做本人看來教人。看了之後，我看他們做的東西。你知道老麻那个手本身就不方便，而且能做那么漂亮的东西，很多人都很惊叹。那我也说，我当初受伤之后也受很多人帮助。那我想说，既然我现在有这个能力回馈，我就尽量再帮助他们。就是自从彭老师过来之后，因为他的捏塑方法跟我们之前的教法不一样，所以让孩子创造了更多不同的那种捏塑的手法，就是手眼协调，还有他的那个，因为陶土跟手的那种接触度哈，就是有一点像附件作用，就是说可能他的肢体动作上原先是不是那么的灵活，然后借由陶土的捏塑，让他的手部功能灵活了，手眼协调也变好了。也對學員樹雕雕嘅為準，對定鏡頭點出自家創作好嘅作品，受到同歡喜。對彭建飛來講，安尼嘅教學互動係相互學習嘅過程。你可以注意看他們在，像我們在捏是很簡單，問題是他們在捏很不容易。那個很不容易的時候，他們就很盡心盡力去做，他也不會覺得說我做不好還是怎樣，他會就是說我盡我最大努力去做。做乜嘅都會盡全力去做，係彭建飛第一生命度到轉變，對人生有個新嘅看法。做評價下，彭建飛已經一從意外，老做腳看爽。這條以上聽從為記題，就是對佢嘅打擊都記都還記到清清楚楚。剛開始是很難接受，但是因為我有去，因為我那時候我們以前的科長就是中校，他帶我去那個現在的什麼振興醫院，就是北投榮總那個振興醫學復健中心那邊。他去那邊的時候，我看到很多小兒麻痹，他們有的是從小就小兒麻痹很嚴重。那我想我看一看，我就覺得說，我最少我以前讀書兔子，我跑過船。看過世界，對他們比他們來講，我幸運很多。我為什麼沒有什麼悲傷的旋律了？所以說這樣子就走過了。
老干股变做力量，彭建辉同政治，因为发生过后，佢做过东道嘅条路，即做过天路先生，做公共业务，还要做天府夜钓，都同意全部相关。不过有100幾筆認識以嚟同意㗎，廿嘅認識要為全新嘅風格。本但唔係好美術嘅佢，接用用人生經驗嚟做創作主題，從一天用你落起落，實愛行為天堂就要用嘅概念嚟作為同意作品，係先入2004年高雄風雲美展。老兵就是已經快枯零的東西嘛，好，所以我就以枯木去代替。那不死，它就是說它有後面的一些後續的利用價值，就是說，它有一些豐富的戰爭經驗啊。假如說我那個木頭再多一些新芽出來，就是說我們後續的從前面的地方聽到一些消息之後，我們就是開始茁壯。那我就以那個葉子代表說我們後續的一個茁壯的方法。彭建輝嘅創作重點，單都係做神佛圖，而用嘅本神佛圖今日採替，做必要行卡多變化。有一日佢年老以下嘅，上到做地佬台南東山出生嘅牛年書，做成牛年火油加入到同一度後，比行卡油冇共用嘅美感。特色第一個，它一般來講，假如說你分量稍微高一點的，就是灰釉的成分比例稍微高一點的話，它會呈現好像樹枝釉的感覺，就是一叉一叉這樣流下來樹枝釉。哦，它的再來就你只要那個比例再降低一點的話，它呈出來的釉色很像玻璃紙，它底下流起來很像玻璃紙的那種感覺，非常漂亮，而且是感覺上很像柴燒的感覺。主題同一篇，彭建輝3年前開始起名流的，做出眾多同神佛相關的用品同看講的東西。面老主題為流的結合做一件可以來動古典、動講的電器。自家前機會見次，未學定行業人權導向9年也掉。彭建輝大幫創作，神佛有為目標，生命未有為意義。